終於揾到敏感肌都啱用嘅抗初老護膚品啦！真係好難揾到一套護膚品可以抗衰老嘅同時又啱敏感肌用。出動 GPT 大神問下先，見到佢講到植物幹細胞成分咁犀利，即刻就忍唔住要試下以植物幹細胞成分做主打嘅日本人氣護膚品牌 Lids。佢哋嘅護膚品主打無香料、無色素、無礦物油，最重要嘅係用親民價錢就可以享受殿堂吸收護力。今次就同大家介紹佢哋3款必團嘅王牌產品。植物幹細胞保濕水蘊含3重植物幹細胞萃取同膠原蛋白，質地滋潤，拎嚟濕敷完就好似幫塊臉做完 SPA 咁，仲可以用嚟卸妝做2次清潔，即時補水鎖水，滋潤得嚟仲要唔辣。6合1爆水面霜革命性 All-in-One 設計，化妝水、精華、乳液、面霜、睡眠面膜加妝前霜，珍稀蘋果幹細胞同4大保濕因子，睡前口敷，瞓醒肌膚好似發光咁，仲可以雪凍用超爽，敏感肌即時降溫。7合1液靈面霜，含有獨家金色微脂囊爆破技術，7種珍稀植物幹細胞協同作用，抗老效果分分鐘可以媲美專業醫美療程。經理大實測，1周有效提升100%彈嫩度、淡化皺紋、色斑、輪廓全面緊緻，仲唔快啲同肌膚做個幹細胞 SPA？ 嚟緊萬寧仲會做大癲嘅買1送1優惠，你 mark 實咗9月1號呢個大日子未啊？